伦敦路上新开这一饭店，8块包汉堡5只大馒头得了，而且是肉的，好鸡蛋香。来，板娘，来5只大馒头，啊是真的8块包啊？是啊，现在个馒头基本上不在同意，冇人打得不得来。哦，埃个馒头大个，我个岁数大个啥？看看，这只馒头差不多嘛。哦，上点肉得了。咁么来，板娘，我不客气了，帮我弄10只。好的。谢谢。你打个盖哪麻烦个叫？埃个盖就弄的。只有盖3块2块，那么埃个大个呢？埃个10块。那埃个红颜色个盖弄个4块吧，我外婆欢喜吃个甜哦，个。好的。埃个800万哪麻烦个？ 18块有。弄一个吧。10只大馒头，3的话盖100万，觉得71块6。哦，告诉我毛头个天是真的冷啊！别个为喊馒头把我骂啥子？今朝再有10只，我才拿走来着。弟弟呀，你看，今朝你1人1只。你看这馒头得了面孔那个到。告诉我你上哪去啊？那个馒头跟下来只有1块7角几一只，做得不得？哎，便宜个。尝尝看好鸡蛋香个干哦。那个看看里向个猪鱼。还有个肉筋这个。弟弟还吃？